2026年5月12日，民數記第21章。住在南地的迦南人亞拉得王，聽說以色列人從亞他林路來，就與以色列人交戰，擄了他們幾個人。於是以色列人向耶和華許願說：如果你把這民交在我手裏，我就必把他們的城進行毀滅。耶和華聽了以色列人的祈求，就把迦南人交給他們。於是他們把迦南人和他們的城進行毀滅。那地方的名就叫何珥瑪。他們從何珥山沿着紅海的路起行，要繞過以東地。眾民因為這條路心裏煩躁，就反抗神和摩西，說：你們為什麼把我們從埃及領上來，使我們死在曠野呢？這裏沒有糧食，又沒有水，我們的心厭惡這淡薄的食物。於是耶和華打發火蛇進入人民中間，蛇咬他們，許多以色列人就死了。人們來見摩西，說：我們有罪了，因為我們出惡言攻擊耶和華和你。求你向耶和華禱告，叫這些蛇離開我們。於是摩西為眾人禱告。耶和華對摩西說：你要做一條火蛇，掛在杆上，被咬的一看這蛇，就必得存活。摩西就做了一條銅蛇，掛在杆上，被蛇咬了的人一望這銅蛇，就活了。以色列人又起行，在亞伯安營，再從亞伯起行，在以耶亞巴林安營，就是摩押對面的曠野，向日出之地。他們又從那裏起行，在撒列谷安營，又從那裏起行，在亞嫩河那邊安營。這亞嫩河是在曠野，從亞摩利人的境內流出來。原來亞嫩河就是摩押的邊界，在摩押與亞摩利人之間。因此在耶和華的戰書上記着，在蘇法的娃哈巴和亞嫩河的河谷，以及河谷的斜坡，這斜坡伸展到亞珥城的地方，就是靠近摩押邊境的。以色列人又從那裏到了比爾。從前耶和華對摩西說：你要聚集眾民，我好把水給他們喝。說的就是這個井。那時以色列人就唱了這首歌，說：井啊，湧上水來，你們要向這井歌唱。這井是領袖挖掘的，是民間的尊貴人用龜用杖挖掘的。以色列人從曠野到了馬他拿，從馬他拿到拿哈列，從拿哈列到巴末，從巴末到摩押地的谷，又到了俯瞰荒野的比斯加山頂。以色列人派使者去見亞摩利人的王西宏，說：求你容我們從你的地經過，我們不偏入田間和葡萄園，也不喝井裏的水，我們只走大路，直到過了你的邊界。西宏不容以色列人從他的境界經過，反而聚集了自己的人民，出到曠野去攻擊以色列人。西宏到了亞雜，與以色列人交戰，以色列人用刀擊殺了他，佔領了他的城，從亞嫩河到雅博河，直到亞捫人那裏。
因為雅謝是亞捫人的邊界。以色列人奪取了這一切城，也住在亞摩利人的各城，就是希實本與屬於希實本的一切村莊。這希實本是亞摩利人的王西宏的京城。西宏曾經與摩押以前的王交戰，從他手中奪去了所有的地，直到亞嫩河。因此詩人說：你們來到希實本，願西宏的城被重建，願西宏的城堅立，因為有火從希實本發出，有火焰從西宏的城冒出，吞滅了摩押的亞爾，燒毀了亞嫩河的高岡。摩押啊，你有禍了！基抹的民啊，你們滅亡了！基抹使自己的男子逃亡，使自己的女子被擄，交給了亞摩利人的王西宏。我們射擊他們，希實本就毀滅，直到底本。我們使地荒涼，直到拿法，拿法直伸到米底巴。這樣以色列人就住在亞摩利人的地。摩西派人去窺探雅謝，以色列人就佔領了雅謝的村鎮，把那裏的亞摩利人趕走。以色列人回頭，沿着到巴珊的路上走，巴珊王噩和他的眾民都出來迎着以色列人，在以得來與他們交戰。耶和華對摩西說：不要怕他，因為我已經把他和他的眾民以及他的地都交在你手裏。你要待他像從前待那住在希實本的亞摩利人的王西宏一樣。於是他們殺了噩和他的兒子以及他的眾民，沒有留下一個，就佔領了他的地。我哋一齊祈禱，立志讀經。親愛嘅天父，感謝你藉住聖經向我哋展露你嘅心懷。你向我哋所懷嘅美意係何等眾多而寶貴，睇似完美嘅事物，亦都有佢嘅限制，而你嘅命令卻寬廣無限。求你開我哋嘅眼睛，讓我哋睇見你話語嘅奧妙，好使我哋每日都靠住主耶穌基督嘅恩典，喺聖靈嘅引導下閱讀同思想你嘅話語，並且一心遵行，以致我更深刻認識你，更虔誠地愛你，更緊緊地跟隨你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祈求，阿門。